我爱运动，文录音阿嘉，俗语讲，一样米饲百样人，有人兴食甜，有人兴食咸，一人欢喜一项，大家兴趣无相同。若讲到我上喜意的代志，一定就是做运动。莫看我生做幼秀，瘦阁薄板，其实我的骹手真溜力，毋惊晒乌阁流汗。自细汉我就真爱运动，若互我身体健康，心情开朗，阁会当交到济囡仔伴，得到真大的快乐甲成长。会记得早前阿嬷的身体无偌好，三不五时就爱去医生馆，致使心肝头嘛袂快活。医生就建议阿嬷爱定定运动。一开始阿嬷面忧面结，毋知要安怎，我就逐工暗顿食饱，陪阿嬷去散步，哪行哪开讲。古早人讲，饭后行百步，较好开药铺。时间一个久，阿嬷愈来愈勇行，阮祖孙仔的感情嘛愈来愈密，真正是一减二五，蒙拿兼洗裤。做运动嘛，互我体会到无系整、无修成的道理。进前我伫学骑铁马时，骑一摆就摔一摆，定定摔到乌青佮银血。毋过阿爸鼓励阮爱有拍断手骨、颠倒勇的精神，所以我喙齿筋甲安安，坚持到底。即马我已经骑甲真好势啊！常在甲朋友伫郊外四界淋浪洗，凉凉的风吹来，不止啊爽快。沿路有迷人的好景致，阁会当闻到清芳的草仔味，互我逐工笑眯眯，所有的烦恼拢放袂记。读国校的时，逐年我拢代表全班去参加走表比赛，这对我来讲，就亲像倒顶年工，真简单。毋过有一档的运动会，拄开始要真顺时，我走若飞咧，无人对着，谁知影一个无细字，煞跋一倒。连咪就互后壁的选手越过，当我爬起来，已经血烧高了，全无望啊！迄摆比赛就安尼输去，互我真失志。老师紧甲阮安慰，爱我继续拍拼，以后还有机会摕头名。这件代志嘛，互阮了解到运动真正的意义。千万毋通甲上尾的结果看甲伤过重，专心尽力去做就好。比赛有赢就有输，上要紧的是爱学到正讲的本事。现代人拢食甲伤澎湃，大鱼大肉无限制，若搁坐咧毋振动，富贵病就会对咧来。其实身体勇健才是根本，所以咱对今仔日起做伙来按摩、涂抹，保证艰苦病痛拢总无。相信毋免偌久的时间，恁就会甲阮共款，甲做运动，诚做上喜意的代志，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。规个人看起来是满面春风，愈来愈少年，
毋免装他就有好气色，骹骨软 Q， 体结水，逐工欢欢喜喜，心花开。